继续健康的话题，要来关心，规台湾超过17万人拢有头壳痛的症头。若是有头壳感觉丢丢痛，想要吐胃光惊吵这症头，安尼你真有可能就是头壳痛一边。根据健保署的统计，全台湾超有17万2千多人会头壳痛一边，其中30岁到59岁人上济，啊无讲出来，甲也未确诊的人数有可能超过10倍。 生活的作息啊，譬如说睡不好啊，或是说压力、情绪啊，甚至有些吃东西啊，都会诱发它荷尔蒙的分泌会很有关系。所以一般偏头痛的话，女生的盛行率是比男生大概多3倍左右。 头壳痛一边主要的原因就是脑膜血筋无正常扩张，才会让人感觉痛。过去嘛有瑞典的神经学家为头壳痛一边的患者的颔骨仔抽血，发现到真侪降解素基因相关生态 CGRP， 这是一种真强的血筋扩张因素。学者发现伊会引起头壳痛一边的初期的症头，像讲痛的时间有4点钟到72点钟，上少会痛5届以上。 这种是多基因的疾病，脑膜里面的血管或者是头皮的血管，那它受到不正常的因子的作用，然后造成这种，它就是血管扩张，然后刺激这些旁边的痛觉因子。医生建议患者若无想要定定头壳痛甲涩涩叫，上好莫食起司、巧克力豆、柑仔类的果子，个内底有亚硝酸盐的食物，避免造成血筋扩张。若是一个月内头壳痛4届以上，就要赶紧去予医生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